台湾的薪水谈唔到经济成长，20年来薪水早得讲都冇起。有小文中表示，佢哋当销就将业1万元的水台染出所独立。亚基做事，大部分捐口2个到22K，相对系难出问题呢。 我是曾喜云，我是一位厨师的儿子。从小生活在餐厅，吃员工餐、玩耍、写功课、端盘子。我想开餐厅，但发现烹饪的原貌没有这么多商业设计。我们希望解决大部分餐饮业与人的问题，包括工时过长、职场性别、厨师没有品牌。大学时，我喜欢探索创新，在社团中我遇见 Andrew， 他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伙伴。 我休学去追寻实际的创新，退伍后成立食库资讯，推出独立厨师平台，挖掘更多独立厨师，做出更有温度的料理。初期我们在花莲帮助厨师到民宿烹饪在地料理，我们希望在年底前媒合20场餐会。创业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生活，生活就是创业。 谢谢。这道菜是就是花莲的黑米，然后还有我先下去用蒸的，加上了就是樱花虾，然后拌了一些就是虾鱼软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sauce。那上面的话我放了1根就是糯米椒，用糯米椒的香气。上面的话一样是刨了那个 Parmigiano cheese， 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子拌着一起吃，可以吃吃看花莲的黑米加上这个樱花虾还有糯米椒它的香气如何。慢慢吃，不客气。 我们每一次找的厨师其实都不太一样，对，有的是做法餐的，有的做意餐的，对，有的是西餐的。那我们今天这个 chef 他是做比较西餐的，对，那我们会找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是我们的一个顾问的角色。对阿塞嘅介绍，听起来非常真神奇。今日食库做哪些物件呢？食库是一个在整合业余厨师与顾客的一个平台。 我们可能都听过江振成，但是我们从来没吃过他的料理。我们刚吃了一个干面，但我们却不知道干面到底是谁做的。所以其实厨师他们没有一个品牌。那我们透过打造这个厨师的品牌，让他推出他自己的服务。所以我们现在在食材的部分，我们在花莲找了当地的小农，我们跟他配合。我们觉得他们的理念是友善的，是有机的。我们跟他合作，那我们让厨师到民宿去做菜。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服务，可以让厨师的品牌在建立的时候不需要花太多成本，他甚至他也不需要去购买一些场地的设备，他就可以直接去做菜。安尼谈幽默，阿塞讲食库唔係一間餐廳，還係一間餐飲諮詢公司，也係一種新嘅餐飲商業模式。首先，消費者喺食庫網站上選一間民宿或係屋下，拿來做享受美食嘅素菜。 了後，再個選一個經過食庫認證過嘅廚師，用餐建議廚師會到指定嘅所在面對面做料理，伴消費者來食。不過，想要體驗一種特別嘅餐飲消費經驗，現時還會喺網站做好製作嘅上線。我們現在這個階段還算非常初期。 对，因为像我们会分成2個階段，一個是線上，一個是線下。那關於線上的部分，我們現在已經到最後準備要就是上線了，在做美化的動作。对，那關於線下的部分的話，其實我們現場其實真的做了很多非常多事情啊。我們是希望在花蓮可以有一定的量，所以我們會先跟大概3到5個民宿穩定的合作這件事情。你一間民宿1個月跟我們合作大概5次到8次活動。 对，其实就会差不多快要到30-40場，
对，那我们现在其实还在跟民宿洽谈中啦。对，那他们其实有合作意愿，只是说我们必须要让菜单更完整，厨师的供应能力更好。提供晚餐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，要准备一直到晚，但是没有几个人啊，每天没有，或者是说吃的人不是那么多的话，你会蛮辛苦，单独为这个。就是我们在花莲服务，就是厨师到民宿做菜，所以我们就必须就是一个一个拜访民宿，然后谈他们，跟他们了解他们的意愿。当然就是不熟花莲，然后一开始就是先上网爬文，然后看比较好的民宿或是有餐厅的民宿，然后就打电话过去拜访。差不多打了30-40间吧，然后其实蛮多民宿都是觉得就是不愿意你推销，然后他就维持现状就好了，所以也是被打脸很多次啦。哦，好，就是再寄 email 给你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他不愿意就是让我们进去，他说寄 email 给他就可以。对啊，就是有时候也会就像这样，就是他不希望你去打扰，然后就是有点距离啊，对啊。看来厨师到民宿做了你的概念，还是有点神奇。也就由阿塞还有 Andrew 向下面出来嘅想法，也下团队係由阿塞执行营运 ，Andrew 负责行销、营育、开发农场还有民宿。韩国偏面係其中嘅顾问，又有個私廚嘅經驗，40年向下嚟做。認真天生廚師到民宿做料理，我本人實際上到盼做。不過阿西講，佢哋嘅目的其實係想要改善餐飲業嘅生態。大部分的厨師都認為我們只是一個外燴的團體。我即便跟他說的再多，他們其實也就覺得就是去民宿做菜嘛，其實就只是這樣而已。我在做的事情是創新的東西，那就一定是跟現在事情截然不同的。對，所以他們會用一個比較習慣性的思考去思考我的平台。對，但我會盡量的去做出這些體驗，讓他們直接了解說，到底什麼是食庫，食庫到底在做什麼，他們能改變什麼樣的東西。廚師啊，其實他們工作不會說不好找，其實蠻好找的，薪水也蠻多的，只是說它的生態是好的嗎？我們大概接到了大概有35個的線上報名的廚師，很多都是台北的啦，花蓮的相對少一些。那我們在花蓮，我們也面試了大概10幾個廚師吧，那大概留下的大概是差不多在1成左右。對，那其實我們初期要的不是多，我們要的是質。要跟我相同理念的 chef， 我們才可以一起合作。我都是做顾问的角色，在纽约，然后我也自己在米其林3星就是餐厅工作。那我自己在法国其实也是学品酒，就是开过品牌，我自己也创过业。那我觉得我很欣赏的阿喜是他有很多不同那样子的一个创意，然后他真的很想要改变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生态，然后或是想要跟消费者做一些更不同的东西。然后我觉得他的想法跟他的初衷，我觉得是真的都很棒。对，那要传达东部这个特色的这个食材，我觉得这也是他想为他家乡就是做这点的事情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概念，所以当时我就自己毛遂自荐，我就写信，然后就跟他们讲说，我非常有兴趣加入你们团队，那看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合作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，就是可以帮助你们，或是我们互相学习。食庫一開始係為了改善廚師嘅工作，還有餐飲生態當創立嘅。不過喺創業嘅過程當中，佢哋發現到食材其實未係當創業嘅關鍵。故所除咗要尋合作嘅民宿以外，你要尋得到有同樣理念做嚟合作嘅工種人。韓國花蓮嘅毛土農業就變咗佢哋行銷千好嘅賣點。那最近有什麼就是當季的菜嗎？這個叫鹿角萵苣。哦，鹿角萵苣。對，這就是適合當生菜的。適合當生菜。對。那還有一種就是這種開粉紅色花的，我們的那個野生的土人參。我今天來拜訪就是有機的小農。其實我拜訪蠻多家的，然後做農其實現在年輕人也蠻少的，然後尤其就是有機農，因為有機農基本上每個人都很有想法。我覺得每次來都是一種學習啊，因為我從台北下來，然後也沒去市場買過菜。其實每次拜訪完一家，我心裡都會有個衝動，說我們以後如果大的話，一定要幫助他們，就是我們想拉他起來，因為他真的蠻辛苦的啊。基本上很多有機農，他們不願意就是去市場銷售，或是賣給中大盤商，他們寧願就是花蓮跑去台北的市場去銷售。
这也是除了栽种之外一种对消费者的坚持吧，希望消费者买到不是那种有机很贵的，而是有机平价，你也可以带去吃的健康的那一种。我觉得那真的蛮棒的。我也很下课说他们会来找我。我们比较传统，所谓的行销，这个我们跟年轻人真的有一段的差距。然后透过他们的行销，把我们花莲在地的蔬菜可以推广，这样子的互补，对我们来讲跟对他们来讲，我觉得是很 OK 的。我们这个是以单亲妈妈家族的一个团体。那之所以食库会认识我们，应该是在网络上有知道我们的行销的故事，就是采自然农法种植蔬菜水果，那用办喜事的心情把我的菜子女抚养长大，然后再转嫁到顾客手中。其实我们原住民的原生种的蔬菜瓜果，其实就已经在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上，已经很长远的一段时间，它有相当的那个营养价值。那它们很耐旱，生长的适应能力也很强，所以可以应付今后的暖化的那个气候。那我也很希望透过这个食材来跟食库来一起合作推广，我觉得应该很有意义。不很重。是，我在这里面主要是负责行销，但老实说，创业初期在产品没有出来以前，没有什么好行销的，所以我基本上都会下来跟着一起做开发民宿、开发食材，跟着去跑农场，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这个市场来说是蛮新的东西，是到民宿去做菜，而且又说是用比较特别的食材，包含什么有机、包含友善以上，那这些都你没有去跟人家讲，人家永远不会知道。所以我们就在把这个东西去拍成影片，跟大家说我们的介绍农场，然后介绍厨师为什么要来我们这边做菜。那它的影片目的其实就是希望让厨师了解，然后希望厨师看到以后会比较懂我们在做什么，然后会比较了解我们的服务。只要有心，有好食材，一定可以做出温暖的料理。从环境上来说，花莲拥有全台湾甚至世界数一数二的土地，无论农业、海鲜，在这边你都可以找到最先进、最优质、最无污染的友善食材。这是与您最直接、亲密的接触，因此我们把关最好的食材。音乐可能什么节奏？你就先感觉看一下，就感觉整个感觉，然后听你讲话的部分这样。在这片的菜园呢，就是片会有一些很好的讲话不要，但是重录。我是觉得它的那个流程是 OK，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要多提一点那种可能食材的东西？不太可能说要有你的这个，又要有我们的这个。因为现在这个只是一个概念影片，让大家觉得知道。因为这个东西我就想要放很长久啊，只是很粗简，音乐然后还有节奏都还要再调。那你们继续我们继续啊。我下去跟玄玉讲一下食材怎么准备。可以慢，但是你要是语气是阿喜自己是想很多，想法很跳，这是他的一个优点。但有时候太跳，我会把他拉回来。那我觉得就是互补吧，他比较跳，然后我把他拉回来这样。那有时候他也很开放，就是你有什么想法，那丢给他，他想想你说服得了他，那你就 OK 了。我觉得就是什么都想要去试吧，这是他的特点，对吧？那冲我们都冲啊。就他先冲，我才跟着冲那样。我现在在政大念传播硕士，平常就是上课，就是除了 script 以外的时间，就是跟
同学一起讨论，然后做报告，然后看 paper 写摘要。那其实生活就是 Scoop， 然后学校，然后偶尔的一些外面的活动，就填满了。我们不是这学期修了实心的课嘛，然后实心的那个课的期末作业是拍一部3到5分钟的短片，然后1人1部片。我突然想到下礼拜好可怕，下礼拜还有另外一个报告广告的那个，然后哇，念研究所其实当初没有想太多，就是就现在来看，它是可以很直接拿到 Scoop 来做运用的。我在 Scoop 是做行销嘛，行销方面的事情。那我在这边修的课也很多是像是广告的创意啊、策略。那其实有时候从 paper 里面可以很直接看到我在 Scoop 可能可以怎么样去应用的方法。我现在在这边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我在这边学的事情是可以去做一个验证，或者给我未来的一些方向。所以我觉得它是对我创业是直接有帮助的。Andrew 一方面愛顧學校嘅課業，一方面還愛無限時苦嘅工作，故所只愛台北花蓮兩片碰上碰下。雖然佔咗佢所有嘅時間，不過佢因為一下做嘅係自家中意嘅事情，故所佢還做到真歡喜。不過一下時苦愛受嘅係名爭進度聽唔到，加上現代藝術創嘅財力，短期目標都一下係無落無錯。來到阿西花蓮嘅屋下，見到啲當地經營嘅海鮮傳統，上下兩港都真有名。因真從細就啲傳統，阿西懂了解餐飲業嘅生態，不過佢唔係行開傳統一條路，實係想要設家創時苦一隻新嘅餐飲品牌。對這類家出事業嘅阿哥鄭世文來講，佢又係用嚟看老太阿西嘅創業之路咧。其實廚師以目前我們餐廳或者是我了解的目前的環境來講啦，基本上休假時間絕對比一般的例如公務員或上班族會少很多。很多廚師他在你吃飯前的1-2個小時，基本上就要開始備料了。那甚至有一些中午休息也沒有休息到很久，也是繼續備料準備晚上。等你走了之後呢，他也許在收廚房，也許在準備明天的食材。在台灣月休8天的廚師應該是非常幸福的，一般來講就4天，有些甚至2天的。而且台灣的廚師是這樣，你會做，但你不一定能夠開一間店，你管理其他人，甚至得到更多的利潤，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。其實我自己也在廚房做菜啦，雖然說我也是一名廚師，如果夠資格這樣說的話，我當然會想要過更好的生活啊。雖然說我是開餐廳，我是請廚師。但是我弟他這個東西，食庫這個平台，它創造的是一個餐飲業革命，而這個價值不是我能為這些廚師或是為這個社會能夠做到的事情，所以我覺得他要為這麼多人去創造這個價值的時候，我當然是支持他，就算他會跟我今天的品牌或跟我今天的營業形態有衝突，但是我覺得如果是對的事情就去做吧。阿喜哦，我的小兒子啊，從小就是很聰明，他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小孩子，很多事情他都是要跟人家不一樣，很多新奇的東西他都很容易去嘗試，這樣子去學習，所以他要創業這件事情，我並不覺得很壓抑，因為我知道他就是一定會去走這一條路這樣子。我的感覺啦，在家裡，因為他年紀比較小，他是弟弟嘛，所以他就是比較那種。很自由的，他可以不用背負家族的壓力或者是別人的眼光，他可以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所以阿婆每次都叫他冷凍戶。我剛開始覺得說，冷凍戶這到底是什麼名詞？是浪蕩子嗎？這樣以後他當大老闆呢？你說他是浪蕩子，可是那應該是阿婆對他的一個昵稱吶。當然當媽媽的又心疼嘛，我看他這樣子一直很努力的在做，可是沒有什麼成果，然後我也怕他會慌。那我是覺得3年以內都是在我的人脈範圍內。上次也是創業的什麼，反正就是需要一筆錢，然後他也是開清單給我，我還是付了那個錢。然後像我姐姐他們就問說，啊，你這樣一直付，你到底要付多少？我說我也不知道我要付多少，可是他都會畫一個餅給我，一個大餅。
妈妈，我以后赚钱的时候，你就是我们的董事长。然后我就很爽啊，哦，很好，董事长。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董事长什么时候才开始有饼可以吃。有讲创业哦。早上10点半还是晚上要睡觉？贝哈，贝哈累啊。什么累？要睡觉。小孩子有什么累？小孩子不累，不累不累。我会累，但我不怕累。虽然创业辛苦，不过好在不靠人做家嘅变白山。为到做得奉献啲花莲营运，阿塞安山同石窟能摆嘅办公室就设啲不卡海鲜传统嘅流档。这个闲置空间其实一直都是我们在摆放的东西，那主要餐厅就是在下面，所以我也可以比较省一点啊，先运用家里的一些资源。就是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超多，就基本上这边就可以开间餐厅了。你把东西拿一拿就可以开间餐厅。架一架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我根本不用买，就是把它拿出来用就可以了。因为我觉得创业变化太大，所以我也不愿意说用很大的成本去做这件事情。关于我们现在的可能业务，我们的人数也不多的话，其实我们就觉得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就是开会讨论，然后甚至是做一些实物设计的东西就可以了。这边其实就很简单，因为这边大概5坪大小吧，这个建造起来也是其实不贵啊，就是木板而已啊。而且我也是就是贴壁纸，也是算比较省的一个方式。那地板也是贴皮的。这边大概会是会议桌，我们会做一个会议桌，然后它是可以活动式的，就是平常我们要工作的时候就把它放到旁边，要开会的时候就把它拉到中间，大家坐一排这样。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可以办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有一个地方可以上班是一件很爽的事情。对，我们不用整天在我这种躺在床上是干嘛用，但我也蛮 enjoy 那个感受。今本夜系当重要嘅日咧，认真石窟啲花莲办了一场厨师节目传会、老媒体发表会。虽然名单冇做好，不过透过实体嘅传会，要做得本消费者了解石窟嘅想法，所以有人按达标，啲今本夜就要来念书咧。请问你们海报有输出单张的吗？哎，老板，请问你们有在印海报吗？我看一下这新闻稿是什么位置？这新闻稿15分应该够厚。希望今天不要太多媒体来，要太多媒体来，不够的话我再跟他们。再补寄给他们。随着强台莫兰蒂接近，雨大风也大，气象局晚间11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。台风天会放假还是要选站哨？台风天当然不能放假了。台风天放假去哪里？好，我们就出发了，拜。好。哎，那我们呢？哎，来喊个口号。口号，来口号。我也不知道。阿喜好帅，很好帅，我想到了，对，是假的，就是这样就好了。好，真的吗？下组喺石窟节目厨师嘅发通，今本夜来参加，又着系基建啲传统做事嘅厨师，又着系对做厨有兴趣嘅业余厨师。为到本来参加节目嘅厨师了解石窟上嘅老农民合作嘅想法，阿塞老 Andrew 去佩戴几条啲产体了解，有乜嘅食材做嚟运用，希望到底本有兴趣参加石窟嘅厨师老农民创造颂扬。
那我们今天带一些就是我们的厨师去产地了解状况的时候，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好奇，因为我们所挑的都是一些作物非常特别，那他们该怎么用这些在地的东西去做出料理？有时候你用讲的就不准，因为我们之前招募会就是办在室内，我跟他讲一堆，那厨师就这样差不多是这样的状态。那我希望直接带他们去产地，用手、用鼻子、用嘴巴，直接去体会这是什么。因为没有有机啊，所以你直接吃就好。这有机很有钱。有没有吃下去直接哇，从地狱到天堂的感觉？在种有机的人，他都非常有理念。由于他们有很多的作物是一般人没办法去理解的，对，比如说紫锥花，它该做什么样的料理？它煮茶的话，会很像那个仙草茶的味道。对，是干的时候吗？新鲜的或干的拿去煮，都会像仙草茶的味道。它真的很神奇嘞。一般人就买这不会做，所以我们希望带厨师来看这些。也许你们有时候可以把它当做你们的一些料理，对，然后去推广给大家，不见得说一定就是在食库怎么样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终身的关系，就我们其实就是厨师能学习到的东西，就是我们要做的。今天真的很欢迎大家。除了拜访农民以外，今晡日要伴参加招募的厨师体验古门客民主厨的传飞。希望透过安尼嘅方式，阮记得了解食库嘅传飞，然后一般伫传统做事有哪条嘅无相用。来，大家吃一下，是我用红白藜麦，然后再加上姜黄，还跟着土鸡，然后还去做了一个小小的料理。我不是第一次来，之前就有来过啊。当然，他的一些观念。我是觉得 OK 还不错，那可是这个过渡期会有多长，这不晓得。开始是说，当然利用平常的工作闲暇之余，那可以另外有一个算是兼差的收入。厨师一样是用厨师的专业在做这个循环，那只是用不一样的模式在合作啊。新的模式当然一定会有一些。就是一开始没有那么顺嘛，那后续怎么样就看一段时间的配合吧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好吃的肉，好吃的肉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下次有这再邀请你们一起来吃这样子。看起来参加招募的厨师很得看，从食库一种新型的创业模式，消费者更做得接受。可能正经嘅电脑没用到上线过后，用到商业市场度，当做得变输赢。食库对厨师来讲，佢哋较想要准做一只穿外水嘅机会。韩国啲厨师离开过后 ，Andrew 嘅媒体发表会没有开始咧。然后另外跟你确认一下，今天吃完之后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杨先生吗？是我这边食库资讯，想要请问一下，今天会不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？那或是说晚上有没有需要来体验一下我们的中秋节特色菜单，还有我们在地特色的料理？你好，记者这边我们资料上有点小问题，但没关系，我会赶快把它解决好。主要是资料有的没有寄到，然后可能他们不知道，我们在这边有办这样的一个活动，但有的说他们会来。你好，这边请。是，我们都是用在地食材啊，帮助小农的。传飞嘅时间到咧。有请嘅人客要来到现场，不过 Andrew 看起来实係心肝唔開嘅樣誒。今天有没寄来吗？今天没有。我在想应该是那个吧，台风的关系，所以他们像是就可能会被叫回去开会，说台风天该处理什么新闻。但这个没关系，我会再发事后稿，尽量看他们有没有机会帮我们露出一下。当然会觉得怪怪的，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能强求人家，毕竟台风就是来了，
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资讯没有传达到，那你做了努力，虽然你做了努力，人家不见得一定要认同你啊，但你不做努力，人家永远不会知道啊。老实说，我们还没有正式 launch， 那我觉得真的今天就是来看一下花莲在地媒体的状况，这也算是一个模拟考。我是这样理解它。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说，我觉得这个是模拟考，就是看一下媒体状况，看一下我们整个活动状况。当然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好好检讨，说为什么媒体不来，为什么我们会输给台风。他是我的那个 business partner。叫阿奇，然后叫你就台员就好。我是就是。老石库合作嘅2點，提供一百嘅媒體發表會，對阿西佢哋來講真重要。經營者阿偉原本以貼片邀請一條重要嘅人客，將喺天數石庫宣傳。雖然記者無來，本單嘅傳會還係愛好好進行。不過2點調價，阿偉對石庫嘅經營理念，使到阿西冇強用。其實我一直覺得說，有很多年輕人想要創業。然後很想要自己，他們自己有很天馬行空的點子很多。那我自己也算是一個創業者。創業的過程當中，其實有很多的細節就是才是惡魔。其實很多的細節必須要很直接的去探討。那因為做這個旅店，我們當初設定就是，你看我的廚房很簡單，因為我當初設定就是不煮飯的。那所以對於聽到這樣的點子，我覺得不錯啊。那我那時候就有跟他說，要不然你來試試看嘛。我跟他說，我1個小時就是多少錢？因為我本來就在做出租場地嘛，就說人家拍婚紗我們也收錢，人家做什麼都要收錢。我就開始問了，你要請幾個人？他說我準備請6個人。那我就心想說，6個人你1個人要吃多少錢？當初是跟我說1000塊到1500塊啊，然後算你1500塊，我就想說到底行不行？我一直cos他啦，其實而且我對他蠻嚴肅的，我就跟他說，你知道這樣算下來12000，雖然我怎麼算左邊算右邊算，我覺得不太合理啦，可是我覺得好沒關係，既然他們想要嘗試，我願意就是跟他們一起嘗試就對。謝謝市長，謝謝，很好吃，謝謝。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是說，因為這個颱風，再加上廚師的時間其實沒有那麼多，對，那就變得我們設計了這個非常完整的活動，但是參與的人數可能就不如預期，對。那我們下次會再改進這邊的狀態啦，因為我覺得我們的目的是要讓廚師知道這件事情，那只是我們的方法可能因為天候因素。因為我們自己設計活動的因素，我們沒辦法把這麼完整的東西給他們看到，所以我們下次會再做一個改進。其實我的心態一直有在調整，因為我認為創業其實它是一步一步累積的。當初可能沒有特別想說我要解決怎麼樣問題，我就只是一心想要創業。但我後來發現，哇，原來這世界上有這麼多問題等待我們去解決。那我們年輕人應該用更好的東西、更好的技術。然後去把這些資源整合起來，去改變社會的一些問題。所以其實我認為創業，我現在在做任何事情，其實都是一直堆疊起來的。所以我想展演給他們看，這是我們的首頁，然後點進去，你在那邊選廚師，廚師我們現在也已經有了。你要可以點廚師，然後點進去之後，然後你就這邊，然後結賬完之後，你就可以去花蓮吃。其實大家現在都在搶這個東西，所以就是因為我認為這就是未來產業的公司，大概都會長這樣子。對。停定年代嘅時間就會多咧，李松柏半夜班啲花蓮攀藤媒體發表會已經2年咧，不過做名站嘅進度還係千萬。因此11月相關嘅石庫報名參加咧，創新創業加研發，記得天窗2幾個時間讓名站完成。阿西，你係2年都喺台北處理名站送信嘅事情。我們也是要 demo 我們東西，不能一直就是跟人講，你好，我是石庫。我就覺得他們意思的，就是我們的產品到底是什麼？對啊。我們產品能掛的商品到底是什麼？因為比如說你們11月，如果11月15號要上，我可能會先把前台這邊能開發的東西開發完。其實，在做網頁的時候啊，最大的
关键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沟通这件事情，因为其实在功能上的开发是需要时间，但我们站在厨师的同理心去思考，他们怎么样使用这个网站是会合理的，也是顺畅的。还有我们注重什么，顾客注重什么，厨师注重什么，民宿注重什么，我们都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全盘的考量进去。因为毕竟我们是在做一个平台，那平台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订定规则。我们必须塑造一个良好的制度，让顾客跟厨师都能在这平台上好好的使用它们，而不会有太多的问题。也比就是阿塞伫台北漂嘅屋，无多4平嘅空间，占了3个难名人，伫一位巧妙记到嘅事业，为繁忙上线嘅网站打标，也系记到伫台北工作临时嘅起点，韩国安尼嘅身份已经1年了。一分润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把它找过来。没有吃午餐，把早餐当午餐吃啊？有那么赶？讲到这我就哭了，已经差不多1年了。对，1年了，这样就是临时的窝啦。我们的初期啊，我本来没打算把它变办公室啊，因为其实很多资源都是在台北啊，比如说像网站，或者是像明天我们要开的一些研讨会，没有人会去花莲开研讨会啊。还有我们其实他们都台北人，只有我是花莲人，对啊，所以把网站跟一些逻辑架构在这边用，然后在花莲的时候就是去上是营运的据点。我在想这个他们可以自己设定。那这边多少钱？那个他要给我那个人的联络资料，但是不是大咖？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雅房，对，一个雅房，就是能让我睡觉这样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但因为现在的钱对我来讲不是用在自己身上，对啊，所以我认为确实创业维艰啦，要就是该省要省一点这样子，对啊。我们的网站现在基础的功能都已经建设好了，当然我们还要再花一点时间把它所有的功能做好。那么网站现在其实就是你真的就可以找到一个 chef，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享用他的料理。这件事情就花了我蛮多时间的。那我们除了要讨论，我们还要定规则，我们要去思考说平台规则是什么。所以思考那件事情真的是蛮痛苦，然后还要再同时尬这活动，我们要在这活动之前把它全部赶工。所以我最近一直确认网站很多东西，希望我们在今天可以去好好的 demo。那我们为了这次的东西，我们还特别租了一个品牌的摊位，还有一个餐饮的摊位。那个餐饮摊位，你就可以真的就找到这位独立厨师，他就在那边烹调给你吃，然后就是100块，就是做一个概念性的展示。那就透过我们的网站，你就可以过去吃，所以是让顾客他们可以直接了解到，哦，食库在做什么，哦，原来可以用品尝去记得这件事情。经过呢几啊年嘅修正，食库嘅网站总算符合到伫今年创新创业讲研发嘅时间度上线呢。创新创业讲研发系10份后生人，然后创意想法变做商品嘅交流平台。当然都会上千多嘅新创团队参加。非常地位没有创投公司会提供建议，本也条团队，韩国也条经验丰富嘅投资人，有兴用嚟看食库呢。食库这个是食我的公司。我们其实今天才上线，因为我们做网站会比较慢一点，但我们已经试营运很多次了，就是在花莲真的找民宿，派厨师去做给他顾客吃。做2间民宿，然后大概3-4个厨师这样子，还蛮多的种类。就说你一个是你知道我自己有场地的试厨，对，一个是我没有场地，对，我没有场地试厨。然后另外一个花莲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是我是民厨，我觉得你的行销力道很散，就是因为你太多人要打了，所以你会不知道要打哪一个。听完你这样讲，我还是有点抓不太到。我们现在出席的话都是抓回花莲，所以以后我们希望他们这是他们的官方账号的概念。OK， 哇，所以你看，这就是另外一
定位。如果你现在又要在弄私厨厨师的一个品牌的经营或者什么形象，哇，那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。所以太建议你一开始就蹦，每个都做这样子。而且你现在的方式是有点把厨师跟民宿合在一起。对。但你要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不要说因为我有认识民宿，我有认识厨师 ，I have a 厨师才有民宿，不然我们就把它弄起来，真的就没有。好的。你的想法还是要回到最原始，就是谁付钱，就是 user 嘛，对不对？这些人他为什么要在民宿吃高级餐厅？这个到底是不是？还是他来花莲，他就是想要去让那个花莲的夜市啊，或者因为他到底你知道，就是你那些人是谁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吃？然后你再来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媒合是比较好一点。加油！参加这个活动，我们的目的其实第一个是做我们的品牌推陈，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干嘛，然后也可以跟其他的 startup 新创公司做一个交流，收获蛮重要的，因为这边有很多前辈们，他给我了一些很精辟的一些概念，他来就问你营业额多少，那你的角色有几种，或者是他跟我讲你怎么分润，他就直接跟我提点，那我就开始一直在思考，原来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，那从他们已经成功的一些新创公司，他们去看世界的时候，我觉得可以从他们眼光学到非常多东西。無限鐵台北嘅發通過後，石庫啲花蓮嘅審判公司拄好咩狀況好呢？根本也係盤稱第一日啲花蓮嘅審判公司上班。反正我們今天就備料出料，然後跟廚師溝通了，對吧？然後我們自己的一個辦公據點，這個也要找個地方掛起來。要啊，掛在這吧？掛外面吧。掛外面嗎？那黑色旗呢？黑色旗是我們現在很黑暗的時代，最黑暗時期，黑暗時期，讓我們像世紀帝國一樣，對吧？就我們比較初期的時候，陽春階段，克難做法，還是選壁紙啊，然後貼地板，然後選材。對，只是還是真的要很謝謝那個阿奇他們家這邊的一些幫忙跟協助，就真的幫我們很多。好嘞，你們來吃飯啦！來接飯，來準備。哦，我沒有吃過媽媽的手藝呢。你少來啊！這是家常菜哦。來，熏雞腿。哦，這樣子，全部吃完了。豐盛。阿細嘅阿爸係清早傳統嘅經營者，老樹頭交本太奶過後，也下算係退休咧。不過雖然退休，上班下啲石庫攀殘廢嘅時節，還會攞自家豐富嘅經驗交本阿細。對阿細嘅創業，阿爸係支持嘅。不過唯一有一件事情佢都冇意見。充電怎麼去的？我是一個無給職顧問，也是一個無給職的董事長。只有2個兒子。老大他已經接了我自己的那個餐廳部分的啊，而小的他有自己的一些思維，都無所謂，先讓他闖闖看吧。他哥哥跟他2個人，他們學習的過程，我從來沒有說定向。他去學財經，其實那時候我是很高興，有一個學商的，其實做生意就是跟餐廳都有一些關係嘛，不錯啊。嘿，那雜工。最低學歷就是一個大學嘛，啊，你為什麼要在大3的時候，你要放棄你的還有1年的那個文憑？那時候真的是全家都除了他阿公跟他阿婆沒有講話而已，每個人都要跟他講。我覺得休學是一個結果啦。我在大學的時候就是擔任社團的領導人，那我能經手的人跟看到的視野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。考期中考的時候，我就覺得說，這到底在學什麼嘞？我覺得很浪費時間，因為我沒辦法接受自己這麼廢，因為我那時候已經真的廢到一個谷底了。那時候我就開始在想創業，那我那時候想創業的東西跟現在完全是截然不同的。
他休学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刚开始都反对，然后他有说他是跟我说他的功课会追不上人家，所以他觉得他要休学。其实我知道不是这件事情，因为其实是他们有一次去台中办活动，然后另外4个学长，就是他们自己开一台车，结果就是整个翻车。翻车以后就是他直属学长，他最欣赏就是他类似他的偶像的那个学长，就直接就当场死了。告别式以后，他就回来的时候，其实我那时候心里也很舍不得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妈妈，人在世界上就这么短的时间可以跟家人相处。”然后他觉得说，他做的事情有时候都是很冒险，他觉得他人生很短，他不希望在他这个时候还要浪费那个时间去读书。他觉得创业是他的梦想，他要去实现。就其实他看起来很高大，然后看起来很成熟，其实他的心里很幼稚。他也是很喜欢，就是有时候都会跟我塞奶这样子，就是窝着爸爸妈妈这样子就塞奶啊。但是23、24岁的男孩子还会这样子，所以说他其实他的心里是很依赖家庭。虽然他在外面跟人家打骂什么什么的，可是他回到家里，他还是我的小儿子啊，还是那个很会塞奶，然后给我画大饼给我吃的这样。他就是会这样子的小孩啦。创业是一条很难行的路。阿西讲，既然决定了，就唔会后悔。接下来就请由3万去到佢完成。今本日係聖誕夜，個個今日咧就會過年咧。嘅時刻有完成啲年代，愛盼20場團費嘅目標麼？今天这场餐会是我们第7场餐会，那明天还有第8场。今天是圣诞夜，这如同我们之前去锁定的民宿的市场，还有民宿的客人，在这需求上我们有达到。虽然我们没有到20场餐会，可是我们在这过程中，在这8场的过程中，我们持续成长很多，而且在网站的建制跟去探讨厨师的心理成本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了蛮多问题，然后我们也积极在改善这些问题。那其实我们搬到现在，问题越来越多。那其实这也是我们要帮厨师解决的问题啊。原本说明天才10位，结果刚刚就突然更新说变15位。这其实就是真的可以确认说这个是有这个市场有这个需求。目前出起来在花莲，但未来我们会不会继续往这边走？老实说，我们也无法保证，但不变的是我们帮助厨师的心。我们现在在做，其实是完全的在帮助厨师。对，我们尽可能去帮助他们。那关于只是做行销这一块的话，其实我们平台是有这个力量的，但我们希望做的更多。每次办完餐会，其实我都还蛮感动的，因为我看到厨师他们真的有在学习跟成长。你跟在他旁边去看，你才会知道，哇，原来平常吃到的餐就是这么不简单，很有温度的事情啊，我觉得。